跟住係啦，好4點半鐘之後咧，今日咧我哋繼續延續翻琴日咧就講下再繼續食日本嘢。係啦，即係史前嘅香港日本嘢係點樣樣嘅咧？好係啦，咁啊今日咧應該會講到就係回轉壽司噶啦。好，咁我哋跟住今日有啲特別嘅。喂，呢首新歌咧，我哋真係好難得啊！係啊，係可以得到一個即係獨家首播嘅事件，唔係獨家係我哋首播，係首播一。佢仲親自攞日碟嚟俾我哋點，係啊，真係烏蠅都嚇死，貓醫都嚇死，真係周身機關了不起嘅。還是這樣來，這樣去。和手足笑着聊幾句，下了班致電睡，找點樂趣，一杯酒加兩片心碎，燈下同校的二人如情侶，愛情多登對，但我這過路人碰巧失去了伴侶，怕幸福太近，但無權利爭取，沒有想不開，隨便去找一位來愛，寧願看套戲發洩，然後安內，沒有捨不得，胡亂發出一些感慨，盡量忘記你，你已經找到你所愛。不斷來不斷去，捱不起卻未能婉拒，像每天發着呆，太多真相要面對，最後的氣餒是餘情未減退，沒有想不開，隨便去找一位來愛，寧願看套戲發洩，然後安內，沒有捨不得，胡亂發出一些感慨，盡量忘記你，你已經找到你所愛，其實我都相信對這個人竟這樣愛，卻有什麼理由仍未得令結局可篡改，就算胡偉康哥哥嘅全新作品啊，嗰本叫做烏蠅都嚇死，唔係都係5個字嘅，係叫做咩啊？沒有想不開，沒有想不開咁啊！我好開心頭先見到胡偉康哥哥，佢好高啊，真係 keep 得好好啊！我都有一種女方哥哥嘅感覺，就係企喺佢側邊係得一半啊！好啦，咁啊一陣間翻嚟咧就會有阿囉囉攣啊，咁啊大家繼續可以打嚟17238㗎。